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花季的网络合厝边，我穷到连背景都没有了。大家好，大家午安吗？现在算午安还是晚安？好，总之现在跟大家打招呼吧。这个暗暗，一头就去吃暗暗，还有鸟米狗水暗暗，还有薯仁。薯仁，我可以叫你粗狼吗？好，我还是叫你薯仁比较习惯。来，薯仁晚安，欢迎大家。现在讲晚安到底会不会有点早啊？好，总之，可是我多了一个时钟啊，不是时钟，昨天就买来了，总不会叫我也要退回去吧？穷归穷，还是要提供大家那个恶意剪辑的机会啦，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时钟对于大家的恶意剪辑应该是蛮有帮助的，这个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留着。粗人吗？是这样吗？属人是粗人吗？看不出来呢，平常感觉你讲话也是蛮温文儒雅的。粗人我比较像粗人吧，毕竟我都乱讲话。好啦，那就大家好，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要钱。然后我觉得跟大家要钱的时候，跟大家先解释一下钱会用在什么地方是一个礼貌，所以我有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标题，等一下我标题到底写什么？哦，我的标题是说想要募集剪辑费嘛，没错，对，我就是因为觉得上次跟那个其他 V 朋聊天聊一聊，就有听到说，就是其他 VTuber 朋友有人试过这个做法，就是那个委托别人剪辑，然后因为剪辑费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就来跟观众们讨个钱，请大家支援一下。对，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没错。我明天就有欧拉夫的免费背景了，谢谢欧拉夫，欧拉夫晚安。我觉得欧拉夫好恐怖哦，他很会乱画一些图，或是乱画一些背景都不收钱呢。我有点担心老师会不会饿死，或是过劳死。如果大家跟我有一样的担心的话，应该可以在欧拉夫的账号找到他的抖内方式，对，或是也可以去欧拉铺买东西，对，支援一下欧拉夫老师啊。当然有钱也可以支援我哦。欢迎降落！上次方晚安，欢迎，还有感谢子昌的降落。我的天，朱聪，感谢你来捧场，感谢你把大家降过来，叫大家给我钱。天哪，这真是我的荣幸。这个募资条下播之后也会继续累积吗？好问题。对，我也有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还会补档，不一定现在有在看，所以这个募资的部分还是会开放，大家就是下播之后还是可以，就是抖内的时候直接说是想要给我拿去剪辑的那笔钱，我就会拿去剪辑啊。说到这个，上次跟大家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猫猫卡爱也是直接抖了我600块，说要委托我剪我自己的精华，对不对？不用担心，我还记得这一件事。对，虽然我还没剪，但是我已经把它排进我的那个委托的那个，对，我把它排进我自己的委托的时程表了。对，我会剪。对，蛮欢迎大家用这种方式的，就是可以抖内的时候说我要指定你剪你自己的精华，我就会剪精华了，谢谢。好，那这个背景好像不怎样就出不去，我知道，不达标就出不去的房间非常合理。好啦，真的假的？可以啦，就是一直都开放许愿啦。就大家量力而为啊！我自己也是想说平常就在剪吗？真的吗？所以是那我好啦，没有，我就觉得钱都拿了，就好像还要再剪新的出来，不然会有点对大家卡拍谁？对，我脸皮很薄，应该看得出来吧？看得出来，根据我平常的言行举止，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我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对不对？伊利晚安，嗨，欢迎。今天的背景是透明的，对啊，就像我整个人的气质一样，非常的晶莹剔透，一定没有什么坏心思，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非常真诚透明的。好，我掰不下去了。好，总之我们来看我精心准备的，跟大家介绍我的钱会怎么，我拿到的钱会怎么用的这个投影片吧。怎样啦？我是没有，
我是没有，我是感觉没有很对啊，诚如明镜吧，诚如你所说，诚如明镜，对吧？对吧？好，我不是好。今天的募资项目主要是字幕费啊，对对对，这个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说明啊。我怎么打开来不是第一页啦？陈火蛇是怎样啊？陈火蛇，好，打开来是第一页耶。好，对，就是今天的主题是爸妈帮我储值，拜托。对，但是叫大家付钱，好像要说明一下钱要干嘛比较好，所以我准备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火最刀影片投影片。对，没有开绿界提，我没有开绿界提示吗？真的假的？这不，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马上打开我的绿界后台，我的天哪！等一下，怎么会这样？我马上看一下我的绿界哦！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股东大会，对，类似。多谢支持，感谢赞助，这钱我给提去袂等咯。啊，感谢阿静。哦，有时候绿界会很慢才过来。对，感谢阿杰赞助的1000块，这是我的荣幸，我的天哪，阿总没有跳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奇怪，好，我还是要登一下绿界，我的天哪！对啊，其实今天开这个台之前还蛮紧张的，因为突然要跟他要很多钱。其实我真的脸皮啊，在某些时候很薄哦。感谢阿杰给我饭钱，真的假的？给我饭钱的意思是这笔钱可以不拿去剪片吗？是可以不要拿去剪片的意思吗？哇，我先直接把它加进我们这个字幕费好了，因为毕竟我脸皮很薄。越讲越没有说服力。阿杰说可以，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我们还是尽量先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剪辑上，然后我的那个频道就会越来越多人看，我就会发大财，我就有更多钱可以吃饭了。计划通，对，我们先来投资在自己的剪辑，耶！感谢阿健，哇，一开始就拿到1000块，太好了。朱聪安安，还有九和茶安安，欢迎。我刚刚是不是没跟三次方打招呼？我的天，三次方晚安，欢迎你来。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一直很想知道可不可以送火蛇一些直播的场景或小装饰。可以耶，虽然我想一下，我除了 Discord 私讯之外，我暂时想不到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这样直接传送档案，或是就是伪东西给我。对，我想可以啦，私讯我是有对大家开放，所以如果是想要送我这种东西的话，我刚好打招呼吗？天哪，那可能我太紧张了，所以有点记不清楚。对，可以哦。对，大家想送什么，或者是想送电子书也可以。对，因为那个猫猫卡爱本来有投棉花糖给我3本，我可以讲吗？应该可以讲，给我关于 ABO 的书叫我看啦。对啊 ，Gmail 不错哎。好啊，我 Gmail 我看我要不要贴在我的 Discord 比较，就是大家可以很容易找得到的地方，这样好像不错哦。好哎，那我再弄一下。对，反正就是猫猫可爱有送我那个读墨电子书的序号，对我觉得好像这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礼物的形式，所以想要送电子书序号也可以。好哦，感谢伊里前辈跟斯洛姆前辈的提点。好，我之后会用 Gmail 来收这些。云端资料夹好像也不错哎。好，我等一下来决定一下要哪一种。那再次感谢苍大叔，在我们这个直播才刚开始10分钟，就直接塞了1000块哦，太感谢了！下旬了，身上不多，所以只能抖这样。不会啊，我觉得首先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抖内都是量力而为就好。然后1000块对我来说其实也不少了，真的。对，为什么长片精华想要募到6000块？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对，可以霸道的送主播东西，太好了。对，我目前还虽然这个有点离题，不过之前也有人问我，就是有没有想过要收实体礼物这件事情。对，但是因为我感觉实体礼物好像还是需要有小精灵帮忙，然后要找人来
就是算是把关一下，会比较安全。但是目前好像暂时，因为就想做的事太多了，目前没有那个找小精灵的力气，所以可能暂时还没办法。对，虽然就是也是有点可惜，因为就是我知道有些人想要送我一些必须是实体才有办法送到的礼物。对哦，伊里要传授方法给我吗？好，再麻烦你了。对，如果我可以采用的话，可能之后就有机会收大家的礼物。对，因为我快生日了嘛，在1个多月嘛。对，那个虽然没有正式跟大家很好好的公告过，但是我生日是9月29，对，大概在1个月左右，所以可以的话，我应该也会开看，就是可以收大家实体礼物的话，好像也蛮赞的。对，那我再研究一下，就是还没有办法跟大家就是确定说到底会不会收，对，但是我会研究一下，对，还没开始说明，大叔就砸钱了，好霸道，真的很阿莎利啦，还没有说明就直接给钱，真的是哦，太感谢了，感谢阿杰对我的信任，真的，纯粹支持嘛，对，也是。对啊，毕竟也是蛮依赖大家的支持，才有办法做我觉得很想做的事情。所以真的是大家的每一份支持，就包含支持也不一定是只有给钱，或是有大家如果帮我分享，或是帮我带更多观众来看，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帮助。对，真的真心感谢各位。好，那这个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准备跟大家介绍的，这算什么呢？这算股东大会，我觉得蛮像股东大会的类似的概念，就毕竟拿了大家的钱，总是要对大家报告一下吧，合理吧？对，那我们来看看哦。那总之就是我什么时候啊？几天前，到底是几天呢？不知道，我们直接点进来看到底是几天前。对，这是什么时候啊？9月15啊，4-5天前啊，4-5天前我有发一个，就是在推特的。他其实已经改叫 X 很久了，但我还是都叫他推特，完全不重要。好，反正就是我在推特上面有很好奇的问大家，有比较想要我多做一点 short， 还是想要我多做一点长片精华，也不一定是精华，但就是长片的更新。对，那对，棉花糖会过滤掉序号，一生平安，火蛇又可以多活1天啦！太感谢了，感谢伊藤绿茶的300元。对，感谢赞助，我又累积了300块。等一下啊，因为阿杰是从绿界给我的，所以他没有抓到阿杰的那个赞助讯息。等一下，我手动来一下，请稍等我一下。我来手动新增一下哦。有点久没用了。有点久没有手动新增，你还在工作雇人，边雇边跟台哦？你的工作包含雇人，还是你是同时又雇人又工作？太多工了吧？太 multitasking 了吧？我的天！感谢大家，就是我知道最近很多人都有在帮我挂台，然后也有就是把我的台分享给朋友，叫朋友帮忙挂。对，蛮感谢大家的。对，我把那个刚刚阿杰的1000元也把它贴上来。对，好，对，刚刚讲到棉花糖会过滤掉电子书序号，对，因为棉花糖它会，就是它预设就是会过滤一些他以为是垃圾讯息的，对，虽然有时候真正的垃圾讯息没有过滤掉。对，所以那个我本来完全不知道猫猫卡爱有从棉花糖给我电子书序号，所以好啦，我应该开一个 email， 真的应该开一个 email，不是，本来就有 email， 只是我没有贴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好，我等一下下播之后我把它贴出来。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想要跟大家报告的。那总之我们讲回来，就是反正就是我这阵子就有在想要不要跟大家募资剪辑费这件事情。对，然后调查结果呢，总之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接近欸，虽然就是这个 shorts 日更虽然我不小心就日更了，但是对，虽然这个 shorts 日更有大概 56%， 对，有大概差不多是 56% 啦，可是我觉得很接近欸，我觉得 56% 跟 50% 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没有我不会
我想要怎么说，就是我看到这个调查结果，我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决定说只做 shorts 或是只做长片的每周更新，对，那怎么办呢？我就从留言，因为有蛮多人都有留言分享，就是比较进一步的想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留言也是我决定到底要怎么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对，那我简单讲一下，很多人都告诉我好像比较喜欢看长片，对，就是像山葵冰角，wasabi 冰角，他也有他也是耕耘蛮多的，然后他跟我分享的是觉得有资金支援的话，好像可以做长片。然后他讲到这一点，我觉得蛮有感觉的，就是如果我的影片是比较知识型的话，很多知识的东西没有办法在 shorts 里面塞完，对，所以好像真的是比较适合用长片的方式去做，对啊，我觉得他讲的很有让我有想，就是让我有 get 到，就是为什么可能很多人比较觉得我比较适合做长片的更新，对。然后我们的猫猫可爱跟三次方也是好像都比较喜欢看长片嘛，对，那我觉得这点也是很重要，就是影片的长度能放进多少内容真的是蛮重要的，对，像之前如果是深 V 杂谈的话，如果是深 V 话题系列的话，因为都会讲的比较深一点，然后讲的东西就真的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深 V 话题的精华要塞进 shorts 是不太可能的。对，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单元真的很有营养，所以是真的很想把它做成更多长片精华。对。然后对我也觉得 shorts 是趋势，但是我觉得三次方讲的这一点我也很有感觉，就是通常如果要补档的话，可能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有一些人会开到3个小时。对，有时候真的是要点开那么长的影片，真的会有一个压力啦。对，我自己看别人的时候也是。对，所以其实长片就也是蛮适合不想要只看 shorts 那么浅的内容，但是又不想要点开2个小时直播档的人。对，我也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长片不做不行对，不过可以说 shorts 最有性价比，这个我也是觉得的确在开拓新观众的这一层意义上，我觉得 shorts 也是有没有办法被长片取代的地方。至少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会让我觉得好像2个都要做，对，所以呢我就决定2个都来做吧。好，对，那等一下呢，我们前半段，我们今天直播的前半段就是来跟大家募集这个长片精华的字幕费。对，那长片精华大概会长怎样呢？我来直接给大家看。现在还蛮多是长短并行的。就是产了长片之后再截你的短片放上去。我也在想我这个长片精华系列我好像没有截出很短的版本，但是我那个叫什么，我都用 Premiere 剪片，没有不能讲，对，我那个 Premiere 的专案档都还在，档案都还在，所以我如果想要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去用长片去把它改出，就是编辑出短片的版本才对。那我应该要就有力气的时候来做一下这件事情，不要爆肝就好，真的不是。我今天开这个台就是为了不要爆肝啊，对呀，就是因为自己上字幕有时候觉得蛮累的，所以想要把字幕的工作外包给其他人，所以今天才来跟大家要钱。没错，对，今天只要大家多给我一点钱，我就会少爆一点肝哦。好，那总之我目前最想剪的长片应该就是长片精华。对，我想要把深 V 杂谈的深 V 话题系列的一些片段挑出来，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会剪成1支这样子的杂谈内容。好，那就目前只有做这1支啦。那以防有人没看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长片的精华大概长什么样子。早餐店的饮料封膜除了放笑话之外，可以放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吗？我的推荐是，你可以放一些小零食在上面，一边喝一边吃。那种就是国外在看球赛的时候，他们不会有一种就是上面是一个放食物的盆子，然后底下是一个杯子，然后你可以
好，我们不用看完整支，整支的话可以在我的频道找到，可以帮我看一下。好，对，那总之，我发现，我自己可能还是比较想要自己剪，因为我剪辑的时候，我可以决定哪些东西我要留下来，然后，你们等我一下啊。对，记得帮我点进去增加观看时数，没错。对，挂台的部分还有那个点击率的部分就靠大家了。好，对，那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我平常也是有在剪片，所以我可能会对于剪辑的节奏还是会想要自己有比较多掌控。对，所以我之后应该还是会自己剪，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最花时间，然后最想要请别人帮我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上字幕。对，那虽然呢，现在是有 AI 上字幕的这个，就是 Premiere Pro 本身就有内建可以 AI 上字幕，可是它的错误率我觉得还是有点高，所以我自己上完之后，我一定还是要自己再看过一遍，然后它有时候那个字幕切开的那个时机点还蛮诡异的。对，所以我还是需要。我如果自己剪的话，我还是需要自己再从头到尾看一次，我觉得实在是太累了。对，所以我会找剪辑师帮我处理这个问题。没错，能懂这种有预设剧本的想法，可以自己掌握节奏，比较知道有趣的点在哪。对，而且我也会自己想要加上一些这一类的素材。对，就是像我们讲到那种看球赛会有的杯子的时候，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放这个我想要的示意图，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示意图也不错，自己讲，就是那个饮料杯封膜。对，就是有些时候真的是会自己想要加一些素材上去，这个也是直播的时候没办法做到的。对，所以我真的觉得长片精华是该多做一点。对，那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募的这个长片的部分就是字幕费。对。那我之后就是我已经找好了，那个会帮我上字幕的剪辑师了。对，我之后的字幕会请人家帮我做。对，然后钱怎么算？这个最重要，字幕的钱怎么算呢？来跟大家报告。对，这个是用我之前接过的案，就是别人给我的价格去，就是有点直接照搬。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之前比较没有在全力经营自己频道的时候，就是有接比较多不同的剪辑相关的案。对，然后那时候我有接到的中文纯做字幕的这个工作的，我接到的价格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就是用一样的价格开给人家。对，那行情的话，其实就那个不同的人的收费其实也是差蛮多的。就如果有些人喜欢找比较便宜的啊，如果你打开虾皮，虾皮也找得到对，虾皮也找得到那个中文听打上字幕啊，有一些那个价格开得非常便宜。对，但我还是比较想要找就是我原本就认识比较信任的人来帮我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没有从那个管道，对，没有去找最便宜的听打。对啊，总之，对，我会开给剪辑师的，就是每分钟60元，然后没有满5分钟的话，就算他5分钟，除非他说不用，对，那我就赚到了。对，好，那总之就想要储值个100分钟吧，因为如果我之后真的每周更新的话，虽然我在推特调查的时候是说，对吧？我有说可能是我没说更几支哦。有一生平安。我有说希望可以多活一天啦。哇，感谢猫猫可爱的2700，我凑齐整数，期待成品要分享给朋友，太好了，这真是我的荣幸。感谢大家爱看以及真的拿钱出来帮助我，太好了！照这样下去，明天的直播就会有背景了，我就会成为有背景的 VTuber 了，太好了！感谢猫猫威武，真的威武！对，大家那个真的榜一大姐，谢谢榜一猫猫可爱的支持。对，这个榜一当之无愧，就确实是榜一。
明天会有背景，对，因为是开在斯洛姆的台，不是开在穷鬼火蛇的台。但是也是感谢欧拉夫老师，非常的恐怖，说做背景就做背景。好，这个不要讲太多，不要剧透。明天大家记得去看。对，好。我有讲到哪？记性好差啊！对，就是那个，对啦，希望每周可以1到2支。那我目前感觉哇 ，man cake， 谢谢，居然用我的咒语对付我，这是火蛇程度的笑话，这就是粉随推吗？我对大家做了什么？天哪！好，对，那总之因为照目前的这个。每周可能会有1次到2次的深 V 话题转盘嘛，照这个速度下去，好像1周要做个1、2支才跟得上哦，不然那个精华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开台的速度，好像也不行。对，所以我感觉这个消耗时数的速度也许也蛮快的哦。对，而且我自己其实是预计每一次的深 V 话题转盘应该。每一次直播我会想要剪2支的精华，对，所以这样如果我每周有1到2次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平均每周有1.5次的深 V 话题的直播的话，好像每周就要有3支精华呢，这样才跟得上呢。对，所以可能如果对，就是消耗起来也许也蛮快的，对，而且之后如果不只是深 V 话题，如果我有想要做其他的长片的字幕的话，也需要消耗这个时数啦，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爱看长片的话，想要就是看大家可以帮我出资个，对我真是把大家当爸妈帮我出资，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希望可以出资100分钟，对，那每分钟60元，所以100分钟就是6000元哦，对啊，没有出到的话一样啦，就是现在有出到，现在除了4000元嘛，4000元的话就是几分钟呢？数学不好。4000除以60，4000除以60就是66分钟，也很多也有1小时我的天哪！太好了，我现在已经有1小时的字幕了，我有1小时的字幕可以做好多片哦。好，等一下下播之后马上就会剪片，真的，等一下下播之后马上就要去剪片了。对，我等不及把我的片外包给字幕老师了。好。对，那就是长片精华的部分。那好像也就这样对，如果大家有想要我剪深 V 话题以外的长片精华的话，也可以跟我说。对，虽然我目前剪起来最得心应手，而且我觉得那个大家就是新观众可能会最想点进来的，可能也是深 V 话题啦。对，所以。应该会先以这个为主，对，会先以这个为主啊。如果我剪一剪，就是整个得心应手，发现有外包的日子真是太舒服了，剪起来特别快的话，我可能也会试试看剪不同的类型的长片。对，还有一个我就是好像有预告过，但是已经拖很久的东西，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或是我也不确定我有没有讲过，就是我的街访系列，我也有想要做长片，我应该是有讲过。对，我其实已经有第1支已经快剪完了啦。但是我就是觉得字幕做起来好累哦，对，我还卡在做字幕，所以之后这个100分钟的字幕费，我也有可能会拿去做那个长片街访的字幕，对，也是有可能会拿来用在这里的，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长片精华的钱怎么用的部分，等不及了，快端上来吧。为什么最近我跟伊里都常在玩这个系列的梗呢？为什么呢？应该是我先开始，那应该是我的问题。1个小时可以报金马长片，真的假的？我的1支精华就要剪1小时吗？那不就等于是把直播档的1半以上都直接上了字幕吗？我的天哪！对，为什么都在恶臭？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我开始的，我想这是我的问题。好。那，哎呦，跑版了，对，哇，讲完长影片嘞，那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再考虑要不要赞助吗？还是我们就准备来讲短影片？在我还在犹豫的时候，喝一下水好了。水嘞，
好，那长片的部分我就先当做我募到4000元了，剩下的2000元就是如果有补档的朋友，或者是等一下在募长影片，不是长影片，等一下在募短影片的剪辑费的环节的时候呢，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在赞助长影片的字幕费的话，就是可以在那个叫什么呢，在抖内的讯息那边可以再帮我加注一下，对，我就会把它算进长影片的字幕费里面。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讲短影片吧。短影片要讲的东西就比较多一点了。我先记录一下啊。好，然后我们先来讲短影片有哪些吧。还有下一个环节，对啊，我那么爱钱，怎么可能这样就放过大家嘞？因为我今天就是想说，长影片跟短影片都蛮重要的，对。然后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比较想要，我想要怎么讲？我觉得股东有发言权，对，赞助的人可以表达一下，比较想要我拿钱去做哪一样，对。所以就是有分2个环节。如果你觉得长影片字幕费完全不重要，但是我等一下讲短影片，你觉得哇短影片好赞哦，我想要火蛇多做短影片，就可以等一下再拿钱出来。对，好啊，大家量力而为哦。对，我没有要榨干大家的钱哦。平安，火蛇又可以多活1天啦！哇！感谢3次方是要来挑战榜1大姐吗？感谢3次方的2000元哦！长影片精华的字幕费达标了，哇，好突然哦！好，那就没有那个等一下再加注的问题了。不过之后如果大家还想要多灌一点的话，也是随时就是任何的抖内都可以帮我加注说希望我把钱花在哪里。所以如果之后大家抖内的时候有在说希望把它算进长片的字幕费的话，我就会再把它算进去。对，哇，感谢！才开半小时，长片的部分就达标了吗？我的天！感谢大家，太感动了，真的哦！哇，我其实有点本来有点受宠若惊哎，对，本来没有预想到会达标的，天哪，太感谢了，真的是最速募资哎，我的天，才开半小时，多哭点吗？这种哭可以吗？我以为大家喜欢的是那种真的玩恐怖游戏之类的，然后真的被吓哭这样子。我以为大家想要的哭是这种要放个庆祝的音乐吗？好问题，我今天的背景音乐好像蛮不正经的，可是我没有准备真的很适合庆祝的音乐，怎么办？难道我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吗？等一下，庆祝的时候要唱什么歌？多谢支持，感谢赞助，这个钱我给提去买单咯。哇，感谢蜀人的赞助。虽然那个语音说这个钱我给提去买单咯，但是今天的不会，今天的钱我会拿去好好运用的。感谢蜀人的赞助，蜀人也是从绿界吗？我来看一下绿界的讯息。不，我要重新登录了，可恶！那请稍等我一下。天哪，今天的募资真的是太快了吧！真是我的荣幸耶。原来大家是这么的爱我，我的天，储值储起来想干嘛都可以，太好了。那我直接把蜀人的这一份想干嘛都可以，直接把它加进等一下的短影片环节吧。太好了，感谢蜀人的1000块！天哪，我应该多开一点，不是讲出来了，我应该多开一点要钱的。火蛇又可以多活1天啦！用到是旧版的，新的一直挑不出来。对啊，我也觉得新的好像有时候不太稳定哦，就是蛮多时候都有观众朋友反映，就是新版的有时候打不开。对，可是新版的可以自己截取到那个画面上，这样挂一排，我觉得好方便哦。希望它可以稳定一点，我或许我可以再看看怎么样让它更稳定一点。毕竟我要当质感系的 VTuber， 应该是要多研究研究，拿去挖石油也可以吗？太好了！
跪下来哭着谢谢观众也是蛮爱看的。那要等欧拉夫老师帮我安装真的可以跪下来的功能，到时候一定好不好？到时候一定。对，火色值得被谢谢，爱我就给我钱，谢谢大家。爱之深责之切，例如拔脚。好啦，之后一定开那个拔脚练财，好不好？我已经觉得出卖身体是早晚的事了。可以这样讲吗？这样讲是不是太直接了？我觉得出卖自己的身体、出卖自己的脚已经是早晚的事了，这个可能无法避免。对呀，我没有想到这么快达标，我没有准备适合庆祝的音乐，怎么办？怎么办？庆祝的时候要唱些什么歌？还是要唱什么感谢的歌？我想一下，有什么关于感谢的台语歌吗？真是没有准备到这一部分，救命！救命！救命！好啦，但是可以啊，不然我开个感谢歌回好了啦。就是可能不是今天唱，但是我开个感谢歌回好不好？啊，具体怎么感谢，就是开放大家点歌，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这样应该可以。好，等一下我开一个表单给大家点想听的歌，当做感谢歌回。对，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好，我们唱一小段感谢之歌。感恩的心，感谢有你，给我钱，让我有经费委托字幕。这样可以吗？有符合今天的主题。对，感谢大家给我钱，让我委托字幕。耶！色相跟角相势必贡献一个。角相有角相这种东西吗？对，真的在准备会拔下来。对啊，我是会倾听大家的愿望的，好不好？我是都有认真在听大家的愿望。这首是你吧？好，我也是从爸爸妈妈那边听来的。这一首是真的蛮经典的吧？经典的意思就是存在很久了。我也是国中之后应该就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了。这首歌应该是真的蛮久。好，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下一个环节。对，那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短片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对，因为短片上我可能会做的单元就比较多一点。经典等于老，不是我说的哦，是阿杰说的哦，不是我说的啊。不要找我算账哦，谢谢。好。来短影音，对，那今天这个短影音的部分呢，也是开放，大家就是在抖内的时候可以帮我加注说比较想要看哪一个单元，我就会拿去做哪一个单元啊，就也可以不附注，对，阿杰说的阿杰负责，太好了，最喜欢把责任丢给观众了，好过分的主播，好。对啊，对，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不附注的话，我就会拿去自由运用。对，那短影音有开放大家许愿的呢，就是你敢怎样，还有台语小教学以及直播精华。对，好，那对推卸责任系吗？我现在好多头衔哦，我同时是唐突系，又是敛财系，又是推卸责任系，还有什么系？好像反正之后一定还会越来越多。天哪，好无耻的主播！要变圣诞树系了吗？在身上挂一堆东西。好，那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对，短影音可以许愿的有3种。对，那这3种呢，我都有准备一下范例给大家看。对，哇，这个有些人是不是不知道啊？有些人是不是不知道你敢怎样这个系列？哦，更笑系吗？好，不是我家好，不是我 ABO 写手系，不要吧？我要定期产 ABO 吗？我又不是文豪，我又不是文学系的，我应该没有办法那么高产定期写 ABO 对，当成噱头写一部可能可以，但是要当 ABO 写手系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常常写，天天写，每个礼拜都在写？我应该没办法。对，我不是很会写文章，所以可能有点困难。不过如果大家想要出道当 ABO 写手系的话，可以哦。什么啊？这些公公不知戏刚有那么严重，有那么严重吗？不至于吧，不至于吧？喂，好，
这个你敢知呀？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哈。有一些比较新的观众朋友也许不知道。对，这个你敢知呀呢，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频道。对，虽然这不是陈火蛇频道的。是安怎无都影印？对，这个偷偷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个频道虽然不是陈火蛇频道，但是那个声音跟我好像哦。你敢知影银票是安怎无都影印？给大家看一下，影印银票是犯法的，就算印不出来，你有准备要印，就可能是犯罪啊。上无嘛爱受调查，佮爱上法院，所以大家千万唔通黑白痴。大部分的影印机，突然发现画面被切掉了，我们还是来这里看。对。好啦，大家刚刚有听一点哦，这就是一个用全台语来讲一些冷知识的频道。对，三次方是善恰戏吗？哇，天哪天哪，三次方是善恰戏，但是还是赞助了2000块，太感谢了，感谢大家把自己那个生活费的一部分拿来给火蛇生活。天哪，真的是靠大家养，谢谢大家。对，因为我就对大家也是都大家也是要留钱自己生活哈。对，希望大家就是我就一直都脸皮很薄，对我脸皮是薄在不太敢跟大家要钱。对我自己觉得平常不太敢，对，但是就是大家的钱我会珍惜使用的，我会好好拿来做有意义的影片。对，好，有没有赞助出歌的环节？好，我等一下来回答这个问题。对，阿杰也喜欢这个系列，伊藤绿茶也喜欢这个系列吗？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系列。对，我觉得这个系列其实蛮有意义的。然后就这一系列的影片，虽然好一阵子没有更新了，但是我在想，其实好像可以把它拿回来放在陈火蛇的频道。对，而且之前有人知道我有在做这个系列的影片的时候，我说的有人也是有在经营台语的 YouTube 的朋友啦。对，就是也有给我建议说，这个系列好像可以多露出一些自己的脸。对，毕竟我长得这么帅，对，好像让大家就是有认得有一个叫陈火蛇的人有在经营这个频道，有一点那个个人品牌的这个要素，好像还不错。对，所以我在想之后可能这个系列可以直接放在陈火蛇的频道，然后就是多露出我的帅脸来跟大家讲一些用台语讲一些小知识、冷知识，好像不错。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等一下就是如果还有要赞助的话，对，就是不强迫，但是如果还有要赞助的话，可以在那个附注，那叫什么，在文字的部分就是附注一下说想要多做你敢怎样。对，没错，所以我们3个贴嘛，没错，跟阿杰跟伊藤绿茶贴了，该出道了吧2位？这时候脸皮就蛮厚的，我觉得有时候要学习一下、练习一下脸皮厚啦。对，还是需要那个脸皮厚一点，才能多做一点事。对，毕竟今天还是昨天也有在推特跟大家分享嘛，就是我在找联动的时候也是脸皮很厚，我也没有在管人家很大尾他的时间是不是很贵，我觉得一样还是厚着脸皮去问他，要不要来被我蹭流量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样说也对吧，就是有时候要厚脸皮一点，所以包含就是跟大家要钱，就是其实也是说你们要不要用你们宝贵的金钱来帮助我做更多影片啊，其实是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适当的脸皮厚一点啦，以身作则好不好？我都这样讲了，那我好像就应该真的这样做。对，所以偶尔来脸皮厚一下。你刚怎样的 IG 粉丝有5000多？哦，对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大家分享，你刚怎样的 IG 有一支最红的影片，是非常废的冷知识，叫做你刚怎样水是那个水咖比古丁瑞穗咖啡牛奶。对，虽然那个瑞穗大家不会讲水，但是它的汉字念起来就是水，所以我就这样念了。总之你知道瑞穗咖啡牛奶的咖啡2个字那个口是共用的吗？对。那支影片就是超爆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突然就超爆红，是因为那支影片才有那么多追踪的，不然别支影片其实看的人就没那么多。对，就唐突跟大家分享。对，这也没有到大尾啦，没有啦，这有点像那个什么一片歌手这样子，就是只有一首歌红，类似这样的概念。我就只有那支短片爆红。对，是的，好，对。我觉得
但是总之，我觉得这个系列真的是蛮值得多做一点的，因为就是我在经营你敢怎样的这个账号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有留言分享说，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对，真的有发现哦，台语可以拿来讲这些事情，很酷哎。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该做这个齁。对啊，这个做起来是真的比较累，因为要找资料，要把它做成全台语的脚本，还要找一堆素材，所以这个没拿钱会有点难一直做。好赤裸，讲得很直接。对，所以就想说，既然都想要跟大家就是求赞助了，不如就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有前情提要吗？刚到，好，跟大家前情提要。刚刚我们是在募集长片精华的字幕费，然后感谢大家的超大力的支持，所以长片精华的字幕费已经募满了。对，就突然就满6000了。对，然后还有多出来的1000，就6000满了之后，属人还有赞助1000，叫我拿来想干嘛就干嘛，所以这个会被放到等一下的短影音的募资条里面。对啊，我们现在在介绍那个短影音有3种口味可以选，然后只是第一个口味叫你敢怎样。对，那如果有人没看过，或是想要再多听听你敢怎样的这个有多精致、多棒的话，我们可以再听一下。我还可以趁机喝水，太好了。你敢知影银票是安怎无法度影印？我话讲大声，影印银票是犯法的，就算印不出来，你有准备要印到，可能是犯罪啊。上无嘛爱受调查，佮爱上法院，所以大家千万唔通黑白痴。大部分的影印机啊嘛会阻止人摕银票来影印。啊，机啊是安怎知影迄是银票呢？原来是银票顶面的图内底有藏一种特别的图样伫内底哦。简单讲，是圈仔排列做真特定的形状，若像星座同款的图形。影印机啊扫到这种图形，内底的听色就会跳出来，阻止人继续印落去。真的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系列呢，希望可以多做一点。好，这是我们短影音的第一种口味，你敢知影？对，简单来说就是用台语介绍一些冷知识、小知识。对，那我觉得这些冷知识、小知识，可能有一些会真的是很废到不行的，很废，就是像那个忘记跟0287打招呼了。对，0287晚安，欢迎你来看。对，好，就是比如说那个瑞穗咖啡牛奶的咖啡是共用一个口的哦。对，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去超商或超市找看看。啊，天哪，又打嗝了，救命！对，可以去找看看，真的哦。对，这种的，好。在纸面的隐藏文字，在日检证书有体验到，日检证书也有这种隐藏文字哦，它也是仿影印，是不是？好酷哦，好酷哦。对，我觉得就老实说，做这个系列是真的很好玩，就是做起来比较累。对啊，如果大家也有喜欢的话，等一下可以跟我说，就是给钱的时候可以顺便跟我说，我觉得多做一点，好不好？对，好，然后。一直嗝不是不是伊里在打嗝是我呢啊，不算仿影印，是证明是影本哦。它直接影印出来之后，印出来的东西上面就会让他看得出来它是影本哦，好酷哦。我唯一知道类似的是大学毕业证书，好像有一些会盖钢印嘛，就是它是会有一个凹痕的，然后影印出来就不会有。然后要证明是那个学校影印的，就会有一个，就要再盖钢印，让它再有凹痕。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有这回事。有趣。好，那我们今天短影音的第二种口味是什么呢？第二种口味是台语小教学，这也是我最近开始试着做的影片系列。对，那我觉得普通的教学肯定是不够好玩，所以会尽量让这些教学可以越有趣越好，所以就。会蛮认真、蛮花心力做的，那给大家听听看做起来是什么感觉？对，给大家听听看做出来会长怎样。A piece of cake， 台湾话安怎讲？我知道，一块加2个。是这样没错，但不是这样。A piece of cake 嘛有代志真简单的意思，若是要用台湾话表达，那会当讲桌顶捏柑，捏就是用2-3支手指来提物件。若要用2-3支手指把桌顶的柑仔捏起来，当然是真简单。若是要讲一项代志真困难，唔知影敢会当讲桌顶捏牙子。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给冷哥，对啊，a piece of cake 字面上不是几对给冷哥吗？你也不能说他错吧？再次感谢那个，那是间谍橘子，下次应该找一只鹦鹉嘛，这样会不会算虐待动物？对，再次感谢吉彩天会来客串演出。我那时候就是蛮临时的，就说，你要不要来借我客串一下？他就，好啊，然后就这样了。看了2小时，长得很像苹果啊？那是苹果吗？那很明显是橘子吧？那很明显是橘子，好不好？不是，我家里就找不到橘子，叫苹果来演一下嘛。这应该大家可以原谅吧？看阿慧用2只手指拿椰子，不行哦，手会断掉哦。可能要像那个保龄球一样，在上面钻洞，在椰子上面钻3个洞，就可以像拿保龄球一样把它戳进去拿起来，也许有机会。是这样，但不是这样。没错，我就是想要那个啦，多放一些大家可能会喜欢的梗，对，想要让多一点。就是可能原本没有在关注我的人，也愿意留下来看 shorts。对，我觉得 shorts 也蛮重要的，蛮多时候会接触到很多那个新朋友的。是的，用2只手指拿榴莲或凤梨，好痛哦，可能手会断掉啦，不行，真的没办法。这时候橘子要到日本找吗？原来如此。对，我想说橘子的产季好像现在好像没有，对不对？虽然好像说。就是全台湾其实是要吃是都找得到，但是可能就不一定是丢席，不一定是当丢席，不一定喝价。对，所以好扯远了。所以因为上述种种理由，家里没有橘子，请苹果来演一下。好，然后还有第3个口味哈，对，第3个口味是直播精华，对，直播精华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啦。就是我平常开直播的精华，我自己剪一剪。对，好，那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经典回顾。2025年4月20，我喜欢看别人玩我的东西，by陈火蛇。我除了玩桌游，我其实也蛮喜欢设计游戏的，就也不是说设计的很厉害，但是就喜欢做东西给别人玩。我喜欢看别人玩我的东西，听起来好奇怪啊。对，反正就是这样，对。就很有成就感，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会尝试做一些，就是设计一些桌游，然后给桌游社的一些朋友们玩。对，就是这样。不是用2只手指拿菠萝蜜跟榴莲凤梨不是一样吗？那个不是2只手指的问题吧？那个不管用几只手指拿，好像都蛮痛的。好，离题了。总之，直播精华也不用讲太多，就是直播精华，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对，就是欢迎大家有看到我讲什么屎尿屁的东西，或者很荒唐的东西。好，现在有时钟，非常方便。对，我们现在那个质感升级，现在直播都有放一个时钟了，要抓那个恶意剪辑的时间轴更简单了。欢迎大家抖内给我，叫我恶意剪辑陈火蛇的直播，可以哦。好，直播精华就是这样。好，也讲完了3种口味。好，对，那3种口味，最重要的那个多少钱没讲对，那我想一想，就是依照我自己的那个啦，因为我自己现在想要冲收益化，所以暂时没有接Shorts的精华委托，但是之前还在接的时候，我是接每一支600。对，那这个600这个价格原本就是我剪别人的直播，听别人的直播档，然后把它剪辑上字幕的价格是600。对，这个跟你敢怎样或者是台语小教室的有点不一样的点是，你敢怎样跟台语小教室就是我会自己写脚本。对，那写脚本会多花一点时间没错，可是我录影的时候我就是可以录的比较，就是可以尽量 one take 把它录好，我就剪辑的时候就不需要剪辑的那么费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花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然后也为了就是那个接受大家赞助的时候我们计算方便，我们就也给他均一价，我们就算均一价。对，那总之就是短影音我好像可以试着连续1个月日更看看。对，如果有钱的话一定做得到。对，
对，有钱的话，我就可以放心的不接各种委托，我就一定有办法剪完自己的片。对，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OK 的话，就是也可以抖内支持我做短影音。好，所以总之每一支的原价是600块，但是因为我自己的价目表也有写，就是以台语为主的影片的话，就都算半价。对，所以呢，如果今天大家就是赞助的全部都想要叫我做台语的短影音，我就全部都做台语短影音。那这样的话，30支就是4500。对，但如果大家都叫我做中文的话，那这样30支就是9000，所以就是在这个 range 就对了。好，那所以我们就有价目表了，就是你刚怎样跟台语小教学，就是因为是台语为主的影片，所以每一支是300元。对，这个好像比长片贵耶。对，但是毕竟短影片剪起来就是会剪得很细，所以也花比较多力气。但总之，直播精华的话，就是照之前的原价，就是一支600元。那如果没有备注的话，就会当成随我高兴，我就会自己决定要拿来剪什么片。好，然后我们来改一下那个进度条吧。对，我们的进度条在哪里嘞？好。OK，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募的是短影音剪辑费，然后好，我们的目标金额就是9000，对，简单来说是9000。然后刚刚我们的蜀人有赞助了1000块了，就是那个1000块，我就把它放进这个短影音剪辑的9000里面。好耶！那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我的街访系列也有做短影音，对，但是这一次就没有想要开放给大家许愿短影音系列，对，不，没有开放大家许愿那个短片的街访系列，因为我目前短影音的街访那个我出片的频率其实是固定的，我每周都是做3支片。除非我忙不过来，我会那个自己偷剪，对。但是就是数学很难，没关系，我自己会。我等一下那个收到，如果是收到台语的300元的，我会自己把它手动加一下，对，就把它，反正就最后会达标的话，就是30支就是会达标就对了，对。所以开放大家可以许愿哦，对。那如果没有备注的话，那个钱也不会拿去做短影片街访，因为短影片街访也算是我自己有点剪好玩的啦，对，当然也是有那个认真剪，对，但是也算是我自己算是一个社交部分的满足嘛，对，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跟大家募，对啊，因为大家我想要怎么说，反正我就是希望那个街访的出片频率就是固定每周3支，没有想要因为大家的抖内去增减，所以就这个部分没有开放大家抖内许愿多做街访，对。但是你敢知啊？台语小教学跟直播精华的话，就蛮想知道大家比较想要多看哪一种内容的，所以大家如果比较想要多看哪一种内容的话，就可以在赞助的时候顺便讲一下。对，大概是这样。好，那讲完了。对啊，这个短影片没有募到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多做一点啦，就是我会量力而为，看我自己的力气咯。对，看我自己的力气，因为短影音的部分我可能就不会外包了。对，我还没决定，但基本上我可能都会自己把它解决。对，所以就算我想要怎么说，给了钱我会自己拿去吃饭，但是如果没给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多做这个。对，这个就是我自己也会想要做的内容，没有错。然后你敢怎样的系列，我应该就算大家都没有抖那个短影音的部分，我可能下礼拜也会也许没那么快，但我可能2-3个礼拜内也会想要开始 po 一些你敢怎样这个系列的短影音，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期待一下。对啊，讲完了。好，那再来，因为要讲的都讲完了，也没有特别要做什么事。那来回答重要的问题，这个募资条是有期限的吗？我有在想，好像可以没有期限呢。
我在想，我其实可以就是列一个算是价目表嘛，就是开放大家在抖内的时候，就是附注说想要看什么内容，我就多做一点那个内容。我自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模式对，因为如果大家常常给我钱的话，就可以算是我的股东。那我觉得股东可以提供意见，就是对，就是股东发表意见是天经地义的。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可以好像可以所以也许我可以就是直接列一个价目表给大家，然后就是说，如果你抖内的时候顺便说想要看什么，我就多做什么，我觉得不错。对，所以大家也不一定要今天就把我冲到达标，对，不一定，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慢慢来，之后哪天不小心发财了中了一个发票想要多给一点也可以。之后都还是可以给，对，然后就是之后大家任何抖内的时候都欢迎可以附上你的意见，可以顺便发表你想要多看什么内容，我就会试着多做一点。买一个指责的权利吗？不接受指责，对，就如果钱给了，然后我做出来的东西明显在乱做的话，可以指责啦，毕竟是公众人物，本来就可受公平，对，老实说是这样子。对，但我觉得不错啊，我觉得就是可以开放大家说想要多看什么内容。对，就如果我什么2-3个礼拜后开始放你敢怎样，然后如果你看了觉得你敢怎样也不过如此嘛，好无聊那你就可以不要抖你敢怎样，你可以在抖内的时候说，请把这些钱全部拿去做你敢怎样以外的任何影片，我恨死你敢怎样也可以，可以的，我接受，我欣然接受，没错。算是专案出资人吧，算啦，我觉得类似。股东咚咚咚，我不会打鼓我连乐琴都没有在练中发票200，然后抖2000，好啊，我欢迎，你也可以中发票中200块，然后抖内我200万 ，OK 哦。好啦，谢谢各位股东。好，那我们只开1小时会不会有点太快啊？主要是因为讲了很多话，有点累。大家是不是觉得看不够啊？怎么办？看不够的话，就明天晚上8点，记得要去斯洛姆的频道看招逼的咖逼，好不好？好，那看一下现在有谁在开台。阿慧祝福今晚阿杰中大乐透一定要中嘿！阿杰今天一定会中大乐透的，因为中那个头奖，中了头奖之后就可以捐个10%，我就已经赚烂了，也不一定要10%啦，对，大家量力而为，对，但是诚心希望大家发财，好不好？大家发财就可以养我了，大家发财就可以多赞助我了，就可以多看到你们想看的影片了，好不好？不错吧？对，累了就下播嘛。好，欣然接受，钱也拿到了，可以下播了。好过分，好好笑。要钱会紧张，对，会有一点，对，这是还是需要一点脸皮的，对，蛮消耗脸皮的。还有要叫可以耶，大家看不够的话，等一下从头再看一次。对，今天只开了1小时，如果平常只习惯看2小时，没有看满2小时，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的话，你们就可以从头再看一次，然后就可以获得更多时数，然后你们就可以获得更多有在看阿慧的感觉，不错吧？幸好爸妈蛮好说话，真的耶，大家很阿莎里耶，说给就给，我的天，对，赚烂了，太好了，我等不及去委托了。捐款下播，是的，钱都拿了，目的达成了，对，明天就把频道关，没有啦，多开几次就不会紧张，有道理耶，应该要常常要钱，就会习惯了，是这样子吗？没有啦，拿了钱就是要好好用啊，对，我会好好使用的，好，希望我可以做出大家喜欢的影片。我来看一下要降落去哪里啊？可能有点早，所以有开的朋友可能没那么多。大家会想看玩游戏吗？之前做街访系列的时候有认识蛮多新朋友的，对，然后
我觉得阿峰轰炸他的笑声还蛮豪迈的，很喜欢剪他跟可诺一起被采访的部分，就是觉得他们互动很可爱。大家如果有喜欢看的话，可以去多看我的街访系列，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真的。好，那我们就降落去看阿峰轰炸玩魂系游戏。我的天哪，好硬哦！好，我们去看他玩魂系游戏吧。那感谢大家，真的认真感谢大家今天给我很多经费，我等不及去委托我很需要的各种影片了，太好了！我终于不用自己上字幕了，我终于不用等我家的猫学会上字幕了，反正再等它也不会。我终于可以找个人类帮我上字幕了，好，哭完了，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明天晚上8点。在斯洛姆的频道见咯。明仔载暗时8点，千万就要记得收看。走味的咖啡。